like it bounce out. 兄弟们，今天给你们来个铁布衫，来，正步正式，开头，好，来教一下铁头功。今天为大家上演的是一场特技绝活——铁齿铜牙拉汽车。妈，咋的了？我牙呢？别乱！网友们，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位反串第一人李玉刚的亲弟弟李土刚。哪这么紧呢？不要紧，你拦我呢吗？表演啊，人生最喜欢的事情是干嘛呢？当然是钓鱼呀！我跟你说，钓鱼其实也是一个享受的事情来了。不笑不笑不笑！看，你上钩了，上钩了！你他妈比哪只大？来，快点！Hello， 表帅，吃面呢？我给你加点颜料。惹惹，哪里各位老铁上老花？哎，表弟来上华冠了，哈哈！咦，我们表哥又上凤冠了，哎呀，我操！表哥上华冠了，哎呀！怎么？你们两个谁跑赢了，我就嫁给谁。
我数到3你就打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大姐吗？来，1、2、3。老铁们，少林铁头功带给大家。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老铁们，少林铁砂掌劈神5块砖，双击666。折没？折了。那砖也没折呀。操你妈！我说我手折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一个兵，来自南海厅。我是一个兵，我一个。1、2、3，我操！队形给我摆好，小劲儿给我上来！